7月釋經靈修分享，2026年7月31號，環球聖經譯本詩篇61篇。神啊，求你垂聽我的呼求，留心聽我的禱告。在我內心沮喪時，我從地極呼求你，求你領我比我高的石山那裏，因為你一向是我的避難所，是我躲避仇敵的堅固城樓。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裏，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隱密處，因為你，神啊，你已聽了我所許的願，你將產業賜給敬畏你的人。願你增添王的壽數，願他的年歲世世無窮，願他在神面前永遠坐在寶座上。願你以忠誠之愛和信實守護他，這樣我要永遠歌頌你的名，天天還我所許的願。呢首詩係寫於大衛嘅年老，遭遇親生兒子押沙龍叛變篡位之時。當時大衛被逼逃離耶路撒冷，跨到約旦河，流亡到馬哈念嘅曠野。呢個時候嘅大衛唔單止身體疲憊，心靈更係遭受到雙重嘅打擊。一面係骨肉傷殘到自心痛苦，一邊係遠離聖所，似乎被神同埋百姓離棄嘅孤獨，喺地極嗰種與神隔絕嘅無力感當中，大衛發出咗向更高磐石嘅呼求，並在神翅膀嘅蔭下重新尋回咗君王嘅尊榮與永恆嘅盼望。第1至第2節，心靈發昏時嘅曠野呼求。大衛從地極向神發出呼求。地極喺地理上係指遠離耶路撒冷聖所嘅偏遠曠野，喺屬靈上則係暗示住一個陷入孤立無援、被邊緣化嘅生命絕境。呢個時候嘅大衛心裏發昏，意思係極度嘅疲竭，被重擔壓得透唔過氣。大衛深知道憑住自己而家嘅力量同埋智慧，已經無法面對眼前嘅爛攤子，因此佢發出一個極具屬靈高度嘅祈求：求你引導我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第3節係回顧過往嘅避難所經驗，呢度亦都係大衛喺絕境中恢復信心嘅重要屬靈操練。當大衛面對眼前嘅叛軍，感覺到無力嘅時候，佢開始數算恩典，回顧神喺過去漫長嘅歲月中逃避掃羅、戰勝非利士人嘅時候，點樣一次又一次作百姓嘅避難所同埋堅固樓塔。過去嘅信實就係今日勝利嘅保障。第4至第5節喺神翅膀蔭下永恆嘅渴慕。雖然大衛呢個時候肉身喺荒涼嘅曠野，但佢嘅靈裏邊卻係藉住信心返到耶路撒冷嘅聖所。佢宣告：我們要永遠住在你的帳幕裏，並用咗母鳥保護雛鳥嘅意象，表達要投靠你翅膀嘅蔭下。呢度嘅許願與產業係代表神與大衛所立永恆嘅盟約。大衛堅信，既然神已經將應許嘅產業賜俾嗰啲敬畏佢嘅人，眼前嘅篡位同埋危機就絕唔可能更改神命定嘅結局。第6至第7節為君王求壽與彌賽亞嘅預言。大衛喺呢度以第3人稱君王為自己禱告，但喺救恩嘅歷史宏大嘅敘述中，呢段嘅話更遠遠超越大衛個人嘅壽數，而係直指從大衛後裔所生嘅彌賽亞耶穌基督。大衛祈求君王嘅年日世世無窮，永遠坐喺神嘅面前，並求神差遣2個特殊嘅保鏢，就係慈愛信實嚟終身保護佢。第8節永遠歌頌與活出守約嘅生命。呢一篇亦都係感恩與委身嘅和諧旋律中落幕。大衛從第2節嗰個曠野心裏發昏嘅流亡者，呢個時候已經完全恢復咗屬靈嘅生命力，成為咗一個永遠歌頌神嘅名嘅敬拜者。
佢宣告要天天還我所許的願，意思係喺得着拯救之後，唔係只係一次性嘅感謝，而係要將每日嘅生命當作感恩嘅祭物，用順服同埋跟隨嚟回應神嘅信實。試想，當今日遇到我哋心裏發昏、無能為力、繁瑣事務或者心裏重擔嘅時候，唔好喺原地打轉，求主引導我哋到嗰個比我哋更高嘅磐石，用神嘅眼光嚟看待現況，減少心思嘅意念喺環境嘅恐慌中消耗，喺靈裏邊推到神嘅帳幕裏邊，宣告我哋正係被神嘅慈愛同埋信實雙重嘅保護者。神救我哋脫離發昏嘅低谷，唔單止係為咗讓我哋鬆一口氣，但係要讓我哋得着一個天天讚美、天天守約嘅更新生命，讓今日嘅每一步順服都成為我哋對嗰個更高磐石嘅榮耀歌頌。祈禱，親愛天父，讚美你，當我哋面對生活嘅背叛、重擔同埋無法掌控嘅環境時候，我哋嘅心經常會容易陷喺慌亂同埋發昏，忘記咗你過去曾經作過我哋對抗仇敵嘅堅固樓塔。求你將我哋隱藏喺你隱密嘅帳幕裏邊，讓我哋喺你翅膀嘅蔭下得着完全嘅安息。求你差派你嘅慈愛同埋信實，作我哋每日嘅保護，帶領我哋跨越一切，讓我哋發昏嘅低谷。我哋要永遠歌頌你嘅名，天天用順服與喜樂嘅生命嚟還我哋所許嘅願。阿門。全世界只有你明白我軟弱，無處傾訴，只得你明了。全世界丟棄我，唯獨你愛我。不要怕，不擔心，知你愛我。唯有你知道我內心的軟弱、痛苦、牽掛、無助。現在我於深海，洪水漫過我。神啊，請聽我禱告。從前你的愛帶我越過許多障礙，昨天、今天永不變改。無論我走過高山或深海，不會怕，不擔心，知你愛我。全世界只有你明白我軟弱，無處傾訴，只得你明了。全世界丟棄我，唯獨你愛我。不要怕，不擔心，知你愛我。唯有你知道我內心的痛苦牽掛無助。現在我於深海，洪水漫過我。神啊，請
永不變改。